好啦，閘門打開啦，咁啊較為慢少少嘅保遼亮啊，盡耀初華都喺後邊嘅，應聲踏出金星豪傑好快啊嘛，騎兵急戰都唔慢㗎。外欄慢慢上翻嚟有呢個盡耀楚華啦，跟住擁戴者眾，然後有伍清碧啦，馬群中間都有蓋爾族，然後亦都有火爆頭目啦。尾三位置就滑雪氣温，尾二嗰匹就繼承者，包尾嗰匹咧就保遼亮嚟嘅。好啦，跑咗大約300米都長嘅前面盡耀楚華都係佢快啲嘅放出嚟，但係一個頭位到啦，拍住佢就係金星豪傑守住第二位啊。第三位就騎兵急戰啦，中檔亦都係有呢匹就伍清碧，咪然後上緊嚟有蓋爾族啊，咪再後少擁戴者眾啊，火爆頭目都慢慢游緊上嚟㗎啦，鬥到嚟最後300-400米嘅時候，前面金星豪傑啊鬥緊呢匹盡耀楚華，中檔上緊嚟有火爆頭目啦，然後有騎兵急戰啦，外欄都係擁戴者眾嘅，鬥到最後200零米嘅時候啦，前面金星豪傑壓過咗呢個盡耀楚華，哇！但係呢個時候火爆頭目喺中路，逢馬過馬，出邊上緊有擁戴者眾，接近終點，周俊樂可以先拔頭籌啦，夜馬就係呢個火爆頭目，第二名金星豪傑啦，第三名就擁戴者眾，第四名似乎係盡耀楚華。哇！一開場就一 Q 翻嚟，拍手掌啊！犀利犀利！火爆頭目贏固然都金星豪傑好嘢，都跑到第二一匹出閘啊！擁戴者眾第三啊，盡耀楚華第四啊，盡耀楚華急得滯啊！出慢咗少少，中咗一中啊！好啦，咁啊結果我哋香港隊啦，哇！一開場就先拔頭籌啊！2號火爆頭目同埋8號金星豪傑包辦1、2名嘅，我哋睇重播。好咁一起步嘅時候咧，輕輕慢咗啲咧，黃衫白袖喺外檔嗰匹係山路嚟嘅，咁啊出得快啲咧，內檔嗰匹喎勁舞巴黎快少少喎，防勝啊暫時係領先啦，跟住出嚟啦，奇謀大道都喺前邊嘅，咁啊內檔係怡人特飲啦，咁啊守喺再內欄位置啲啊金萬利走㗎，拍住佢咧就何澤堯嘅景妙村啦，咁外檔嗰對啦3匹添啦，埋嚟咧隱世日事啦，咁啊出邊仲有2匹嘅爆笑改編啦，同埋大外檔嘅天極星啊，咁再跟住個馬啦，先見到暢行水道咧就落翻尾二位置啦。包緊你嗰匹就起步慢咗嘅山路嘅，好啦咁啊準備過第一次終點啦，去到第一個彎嘅時候咯，咁啊前邊咧勁舞巴黎咧就巴住內欄嘅，不過帶頭暫時似乎係莫雅爆笑改編咧埋咗嚟添啦，喺外檔跟埋咧就隊友嘅天極星咧都埋到嚟2碟啦，咁守翻咗第三位就勁舞巴黎啦，喺第四嗰匹就奇謀大道嚟嘅，頂3碟紅帽嗰匹就隱世日事喎，暫時好蝕啲位㗎，跟住個馬貼欄第6怡人特飲啦，喺佢隔離就金萬利走嚟嘅，再後啲咧就景妙村啦，留咗去尾3，尾二嗰匹咧紫帽紅衫啊暢行水道啦，包緊尾仲係山路嘅。好啦，嚟到第一條直路嘅中間位置度啦，帶緊頭咧就爆笑改編啦，莫雅咧一路霸住條欄帶咗少少嘅啫。守喺第2位嘅天極星啊，咁走3碟嗰匹就隱世日事啦，貼欄第4咧霍宏星嘅勁舞巴黎，拍住佢咧奇謀大道嚟嘅。咁跟住啦，貼欄第6位怡人特飲啦，喺佢隔離第7位金萬利走就黑帽嘅，出邊紅衫紫帽啊暢行水道啦，尾二咧就景妙村喎縮咗落去尾二位置。包緊尾咧就山路嚟嘅，頭尾馬距離其實好近嘅啫，5個馬位到啦，步速睇嚟好慢啦。好啦，轉第2個彎嘅時候啦，咁即係話大約仲有1700米途程就翻到終點㗎啦。帶緊頭咧仲係莫雅嘅爆笑改編，守喺第2位麥文軒嘅天極星啊，咁啊3碟嗰匹咧隱世日事咧，不過雖然走外碟啫，佢又唔算話好急口喎，走得順嘅喎。貼欄第4勁舞巴黎嚟嘅，中間橙帽第5位奇謀大道啦，咁跟住喺內檔位置怡人特飲啦嘛，拍住外檔上咗啲就暢行水道啦。尾3個匹就金萬利走。尾二就景妙村開始要騎咯，包緊尾咧仲係山路嚟嘅。好啦，咁嚟到咧大約咧仲有1200米途程先翻到終點嘅時候咧，前邊形勢有啲改變啊！即係隱世日事咧，李慕華喺呢度走咗上嚟帶頭嘅，過咗莫雅嘅爆笑改編啊！守喺第3位就勁舞巴黎啦，咁跟住喺第4位咧就天極星啦，咁一路喺外碟咧慢慢上埋嚟咧就紅衫白袖暢行水道嚟咯，跟住啦移咗出去外檔啊金萬利走啦，咁啊夾住中間咧怡人特飲咧，佢都開始少少移離咗內欄㗎嚇，喺佢隔離咧仲有咧仲啲景妙村啦，咁啊包緊尾咧仲係山路嚟嘅，咁啊頭尾馬距離咧大約都係6個馬位左右嘅啫。好啦，呢段直路都差唔多跑晒㗎啦，準備入埋下一個彎向最後直路進發。帶緊頭咧仲係隱世日事嘅，莫雅咧爆笑改編就攞翻出嚟2碟咯喎，喺內檔攝咗上第3位就勁舞巴黎啦，咁啊出邊開始上咗啲嚟暢行水道啦，中間一路騎住有天極星嘅，跟住嘅馬啦走出外檔奇謀大道啦，喺內檔嗰邊咧怡人特飲就要等位㗎，喺外檔咧仲有金萬利走啊，咁啊落咗尾咧
山路啦同埋何澤堯嘅景妙村暫時就比較落後啲喎。嚟到之後400米嘅時候啦，咁啊前面帶緊頭咧，仲係呢個隱世日事嘅，一路逼住佢就爆笑改編，出邊一路騎住暢行水道啦。咁啊內檔勁舞巴黎想轉出嚟，暫時就唔多夠位嘅。最後200米嘅時候啦，前邊咧爆笑改編咧，似乎就過翻嘅隱世日事少少咯。中間上緊嚟勁舞巴黎個勢幾勁啊！係呢3隻馬爭啦，勁舞巴黎就逼住爆笑改編，兩個馬好接近。香港隊係咪再贏一場啊？睇嚟係啦，勁舞巴黎贏爆笑改編第2，第3名上埋嚟咧，睇下會唔會隻山路啊？霍宏星又攞15分，第2名睇嚟係爆笑改編，第3名睇下咪隻山路咧，同埋內檔嘅隱世日事影相爭第3。哦，冇封李慕華影相爭第3啊！好啦，哇，霍宏星一出場即刻贏馬，哇！香港之夜喎，3200都得喎。呢馬好嘢，早段都幾搶口係啊，跑得好。好啦，閘門打啦！哎呀，有隻大萬集啊，咁啊強敵嘅大萬集嘅應聲打出啦，話黃寶復興好快啊，咁啊愛蘭亦都係有名寶劍啊，歌影芳華都係前面，哇！香港隊3隻馬喺前邊啦，守住第4嗰隻神域上位啊，羅當啊，咁啊橙帽黃衫嗰匹枝幹守住第5位啦，跟住都係銀礦精英，咪守住貼欄第7位嗰匹咧就係呢個成夜風嚟噶，尾3位置係大喜若狂，尾2嗰匹咧就係信狂上包尾出閘就大脫節嗰匹強敵，不過都跟翻大隊嘅，咁啊頭馬佢嚟尾馬保持住5至6個馬咗啦，準備入第1個彎嘅時候啦，前面名寶劍放頭啊，1個馬位之先領先啦，少少搶口守住隊就黃寶復興啊，拍住佢第3位就係歌影芳華啦，內檔第4位就枝幹，守住2第5位呢個神域上位啊，最後2個馬位之後守住第6位亦都係有呢匹銀礦精英啦，貼欄第7位就係成夜風，尾3位置係大喜若狂啦，包庇嗰2隻咧，咁啊就係呢個強敵啦，咁啊同埋呢匹就係信狂想喺尾嘅，咁啊頭馬嚟尾馬拉鬆翻少少啊，7至8個馬咗啦。好啦，進入第2條對面直路嘅時候啦，咁啊前面名寶劍放頭啊，守住第2位啊，就係呢匹嘅歌影芳華，內檔第3位就黃寶復興啊。呢個時候啊，3隻馬放嚟後邊啲馬成2-3個馬位啊，守住第4位嗰匹神域上位嚟㗎，內檔第5就係枝幹啦，跟住都係銀礦精英，再少嘅成夜風啦，包尾嗰3隻依然都係呢個強敵啦，大喜若狂啦，咁啊同埋呢個信狂想喺尾㗎，頭馬佢嚟尾馬啊，仲係保持住7至8個馬咗啦，向住最後啲彎角進發嘅時候啦，前面名寶劍依然放頭啊，咁啊守住隊嘅黃寶復興啊，咁啊第3位依然都係呢個歌影芳華嚟㗎，開始要騎就神域上位啊，羅蘭等緊機會有枝幹啦，跟住係銀礦精英，然後亦都係成夜風啊，尾3位置大喜若狂，尾2嗰匹就係信狂想包尾依然係強敵嚟嘅，差唔多入嚟直路嘅時候啦，咁啊前面名寶劍走到幾順啦，仲有2個馬優勢嘅，咁啊守住第2位啊，嘛就係呢匹歌影芳華嚟㗎，呢個時候啊神域上位啦，同埋銀礦精英上緊嚟㗎，中檔等緊位有成夜風啦，羅蘭有枝幹啦，出邊上緊仲有大喜若狂啦，咪再後少少強敵咁嘅，咪鬥到最後直路嘅時候啦，咁啊前面啊名寶見唔到啦，代之嘅神域上位啊，中檔揾緊位有成夜風啦，出邊上緊銀礦精英啦，大欄上緊仲有呢個大喜若狂啦，最後欄上緊仲有強敵嘅，鬥到最後200米時啦，前面神域上位領先啦，出邊衝緊上嚟有強敵啊，然後有銀礦精英，咪最後先有成夜風嘅，去到最後100米時候，前面神域上位仲領先啦，進佔第1位就強敵，第3位銀礦精英接近咗呢神域上位可以贏馬啦，2、3名好接近，睇銀礦精英咧定係呢個強敵啦，咪第4名睇嚟黃寶復興第4啊！好啦，咪卒之到6-3真係贏到啦，神域上位啊，咁都幾有說服力嘅，其實贏得到，因為2、3名逼近過好短時間啫。第4名應該係歌影芳華至係啊，何澤堯第4係啦，咁即係話嗱，第2名似乎就銀礦精英，係啦，第3強敵喎，俾佢嚇一跳真係。歌影芳華第4。好啦，咁啊結果咧，神域上位嚇莫雅咁啊。好咁一起步嘅時候咧，應聲彈出粉紅帽63啊，高姿海甲就快少少啦。近來檔嗰邊思鄉奇同都幾快喎，跟住2匹港隊嘅代表啦，咁就自信自高啦，風雷高令啦，外檔紅衫紅帽嘅星月精靈呢幾隻都快嘅。後啲嘅馬啦就赤預警達第6位到啦，咁啊跟住咧仲有咧先至見到咧就急智奇王咧都走咗上去前邊啊，暫時遠遠包尾嗰匹咧就辣椒啫喱嚟嘅。好啦，跑咗第400米到啦，前邊咧星月精靈啊搶咗上嚟放頭喎，跟到上嚟第2位急智奇王啊。
啊，守喺第3粉紅帽63高姿海甲，喺佢內側咧就自信自高啦，同埋隻赤預警都上咗啲。咁啊近外檔嗰邊咧，仲有咧就思鄉奇同啦，喺佢出邊咧風雷告令咧，暫時咧就忍住先，走得幾順下嘅。暫時咧未入鏡頭咧，就追翻近啲啦，叫做嚇咁就呢匹超強暴風啊辣椒啫喱嗰啲馬啦。嚟到最後400米嘅時候啦，前邊咧就開始騎到喎，咁啊暫時領先少少急至其王啊，但係內檔隻赤預警話個勢唔錯喎，上咗嚟啦，跟住上緊嚟嘅馬咧外檔咧就開始打上嚟風雷告令啦，中間自信自高以騎女麻麻地啫喎，最後100零米嘅時候咁前面赤預警咧暫時領先咗嘅，風雷告令追唔追得切啊？喂，睇住應該到啊，可能追唔到啊！赤預警就到先啦，風雷告令第2，第3名嘅星月精靈啊，第4名咧高姿海甲，哎呀慘啦，呢場都被攻破埋添。赤預警咁啊贏咗啦，風雷告令係第2嘅，不過都有10分嘅。第3名就星月精靈啊，第4名咧就高姿海甲喎。好啦，咁啊赤預警啊，咁啊反先翻呢個風雷告令啦。其實始終都係對過啲年長馬嘅，但係自信自高就唔係好對路啊，跟咗半就開始自己褪啊。好啦，閘門打開啦，咁啊較為快少少啊，咁啊外檔嘅藍獨角先較為快啲啦，中檔白棍王亦都唔慢嘅，然後亦都係熱門之下崖邊尾區啦，咁啊內檔首月第4位語不思篇啊，咁啊出閘唔快嘅，咁啊波陽艦隊上翻嚟中檔第5位，再少搶口啊，咁啊外檔黑色帽嗰匹咧就係呢個末句意境，跟住都大原野啦，尾3位置就係出發攀高，尾2咧就係呢匹形實直視包尾就大本嘅寶玉石嚟噶，好啦轉第一個彎嘅時候啦，咁啊前面白棍王放頭，少少跳一跳啦，咁啊就呢個藍獨角先啊，都守翻住第位，咁走翻順少少先，守住個內檔第3位就波陽艦隊，咁啊第4位白帽綠色衫嗰匹啦，咁就係呢個崖邊尾區嚟噶。再後少少守住第5位末句意境，守住羅蘭第6位就語不思篇大白鼻梁啦，跟住亦都有大原野嘅啦。尾4位置，尾3位置係形神直視包尾嗰兩隻咧就係呢個寶玉石，咁啊同埋出發攀高，咁啊頭馬距離尾馬保持住7個馬咗啦。咁啊轉緊第一個彎嘅時候啦，咁啊前面放頭啊，咁啊白棍王放頭啦，守住第2位啊，咁啊就係呢匹嘅藍獨角先，羅檔第3位波陽艦隊啦，第4位就係崖邊尾區啊，咁啊次序暫時冇乜變化嘅，第5位就末句意境啊，貼欄第6位就係語不思篇，咁啊再後少嘅大原野呢啲喺呢個尾4位置啦，尾3就形神直視，尾2就係出發攀高，巴尾依然就大半個寶玉石，咁啊頭馬距離尾馬，咁啊仲係保持住7個馬咗啦。好啦，仲有1001米途程咗到終點啦，大頭煙到白棍王放頭啦，守住第2位啊，依然都係藍獨角先，羅檔第3位波陽艦隊啦，咁啊第4位好整以下嗰筆就崖邊尾區嚟噶，啊再後少少末句意境，羅蘭第6位都係語不思篇啦，跟住咧大原野開始蠢蠢欲動咯，寶玉石攞出3條慢慢游緊上嚟啦，啊包尾嗰兩隻咧就出發攀高啊，同埋形神直視頭馬距離尾馬縮窄到5個馬咗啦，開始轉緊直路彎嘅時候啦，咁啊前面啊白棍王依然領先啦，守住第位依啦藍獨角先，羅蘭第3位就波陽艦隊啦，開始上緊嚟就崖邊尾區啊，啊再後少少亦都係有呢匹語不思篇啦，中檔等緊位末句意境，咪兜上咗大原野啦，同埋寶玉石嘅入即係最後直路啦，咁啊前面放頭煙啦白棍王啊，開始上嚟挑戰嘅都係崖邊尾區啦，中檔仲未散藍獨角先啦，然後有大原野啊外欄上緊嚟，有出發攀高啦，最後欄嘢都係寶玉石嘅，咪鬥到最後300米時候啦，嘛前面崖邊尾區已經係中落突咗圍啊，咪守住第一就藍獨角先，落欄崖緊啦白棍王啦，咪出邊上緊有寶玉石，出發攀高都上緊嚟嘅，去到最後8米嘅時候，望下又出咗頭啦，崖邊尾區睇個勢可以直奔終點啦，睇邊個第2啦，白棍王依然第2啦，出邊上緊嚟寶玉石接近終點啦，崖邊尾區熱馬第2名，咁啊睇下呢個白棍王啊，嘛第3名啊，咪睇下係咪呢個波陽艦隊啦。白棍王應該就有第2啦，第3咧嗱好關鍵啊！呢個第3波陽艦隊有機會搶到第3到嘅有機會。面對寶玉石，睇下影相啦。波陽艦隊第3啊，寶玉石第4啫。不過都前邊嗰個都攞好多分㗎啦，不過都係。好啦，咁啊莫雅咧就睇嚟個銀牌開獎都好大機。
好，一起步嘅時候咧，跳嗰匹就湛藍灣嚟嘅，慢咗少少咁啦。出得快啲咧，外檔個灰帽紅衫嗰匹啊，培育街發啊，快少少嘅啫。咁喺內檔呢邊啊，何澤堯啊，野生千璽咪走去帶頭咧，似啦。喺佢內側啊，大要點嚟嘅。跟住喺外檔埋緊嚟黃衫黑帽嘅護衛啦，暫時喺第4位度。喺佢隔離內側嘅霍宏星啊，流行曲王啊。最後啲嘅馬喺內檔咧兩續，暫時喺第6位。喺佢隔離咧紅衫紫帽豪爽江安杯啊。再跟住嘅馬啦，就優上爺就喺尾3度啦。跟住嘅馬咧就湛藍灣，暫時俾佢遮住。包緊尾嗰匹咧，莫亞嘅學識金場就留後跑嘅。呢段直路咧跑咗3/4到啦。咁啊前面帶緊頭咧，暫時咧就喺外檔嗰啲培育街法咧都冇埋晒嚟內檔㗎，暫時領先嘅。守喺第2位內檔啦，野生千璽何澤堯啊。跟住喺第3位就護衛嚟㗎，貼欄第4紅衫紅帽咧就大要點。跟住個馬啦夾住中間啊流行曲王啦，喺佢後邊咧粉紅帽咧就兩續嚟嘅。內檔攝上咗啲優上爺啊，再跟住個馬啦先見到豪爽乾杯咧蹬咗落去後啲嘅位置，拍住學識一齊包咗落尾咧，變翻嚟湛藍灣喎。嚟到最後直路嘅時候啦，前面咧培育街法咧率先入嚟直路先嘅，一路跟住佢咧就野生千璽嘅，跟埋上嚟嘅馬咧仲有護衛啊，走內檔上大要點啦，咁啊出到去外檔嗰邊咧就流行曲王啦，馬群中間上緊嚟就優上爺嘅，最後300米嘅時候啦，咁啊前面野生千璽咧嚟到呢度咧，暫時都仲未過到隻培育街法喎，出邊上緊嚟嘅馬咧黑帽啊護衛咧有啲細嘅，咁內檔上嗰啲啊大要點啊，最後100零米嘅時候前培育街法咧，哇越放越順，2個幾馬喺前面啦，後邊而家先上嚟學識咧，睇個勢都太遲啦，前邊培育街法穩贏呢場賽事，第2名都要影相啊，睇下究竟咧內檔嘅大要點咧，因為出邊嘅學識咧兩隻就比較近嘅，哦紅衫係會一條連贏位翻嚟咧，有啲機會喎，都有啦。第4名咧就黃衫黑帽可能護衛第4啊，睇下大要點頂得住隻學識啦，揼上揼落，好好似有機會。第4名反而就應該係護衛啦。跟住第5名就係兩續啊。好啦，咁啊結果呢個培育街法咧放下放到冇馬追得到啊！我哋睇重播。